大家好，我係蔡師傅，由建造業議會舉辦嘅傑出前線管理人員大獎咧，就可以報名參加啦。咁呢個比賽應該係第一屆嘅，咁同埋咧呢個比賽咧主要咧係圍繞4個方面啦吓。咁大家都可以參考下我之前參加一啲嘅管理類型嘅比賽啦，咁即係青年老班獎咁。而另外一個咧就係而家咧好着重嘅咧就係一啲創新科技啊，咁希望大家都喺呢一方面咧要留意一啲資訊咧先去做面試啦。到第二個啦就係專業發展啦，咁大家咧都見到我喺網上有分享唔同嘅一啲考核資格人士嘅過程啊，咁同埋唔同類型比賽咁都有獲獎啦。最緊要就係咧你要講出咧職業嘅生涯規劃啊，咁即係你除咗而家可以做嘅嘢，你將來仲會做啲咩啦？咁到第三個啦就係推動安全，因為大家都見到我哋香港係越嚟越重視安全喺工地嘅施工安全嘅。咁第四個啦就係社會服務啦，咁你有冇再貢獻翻社會咁？若果我自己嘅分享咧，咁我就會講係培訓嗰方面啦，因為我就係想拍影片幫大家去考到多啲合資格嘅人士，咁大家一齊提升水平啦。獎項方面咧，咁啊分別有幾個啦，咁前線管工嘅話咧，就應該係工程師啊、科文啊嗰類噶啦，咁然之後打理咧就即係老細以下嘅代理人啦吓，咁而工頭咧就應該係判頭嗰啲啦。同埋頭先4個嘅獎項入邊咧，都仲有一啲獨立嘅獎項，你可能特別出色嘅。最重點就係大家要留意啦，比賽咧就6月30就截止噶啦，咁希望大家見到就快啲參加啦，拜拜。